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带来一下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26号，这一期咱们聊个热点话题让正能量让小粉小红比较尴尬的一个话题昨天圣诞节。虽然咱们举国上下没有任何个圣诞节的这个气息或者说这个气息非常弱，不像十几年前大街小巷、各个饭店、酒店门口都是圣诞树年轻人三三两两会约会看电影、吃饭、逛街，这个场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就在昨天这么在节日气氛比较萧条的情况下，还是有一丝亮色。什么亮色呢？昨天人民日报出手了，这个是人民网转载人民日报说，本报北京2月24日电，记者赵梦阳，近日中美友好合作故事作品征集活动在2024古岭论坛举行了启动仪式。该活动由人民日报数字传播有限公司同环球时报有限公司联合发起，面向海内外组织及个人征集作品，旨在续写古岭故事，传承古岭情缘。应征作品应围绕跨越文化差异，传承友谊信任主题，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记录中美交流感人至深的故事，展示中美友好合作美丽画卷。作品提交截止时间为2025年6月20日。人民日报2024年12月25日，这个太让人吃惊了。这个人民日报这是要刮什么风这个人民日报所说的古岭精神我还真准备好好的查了一下，什么叫古岭精神。原来这大概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古岭精神大概其就是记载见证了中美之间在上个世纪抗战这一段这个友好的见证友好的这个关系有很多这个美国人还有飞虎队的成员他们的家族都陆陆续续是在这个福建的古岭从事援助中国抗战的这些活动，是中美友谊的一个见证是美国援助中国抗日，而且是美国民间援助中国抗日的一个基地。所以人民日报要征集中美友好合作故事，续写古岭故事，传承古岭情缘。我就在想首先这个人民日报有没有征求加德老师意见，关于这个中美友谊、中美交流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加德老师是最有发言权，这个大家也别不服气，对吧？加德老师早在十几年前就在美国买了房子，而且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家眷都在美国。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友谊，什么样的一种精神。然后加德老师曾经在美国度过了一段虽然也有不堪的回忆这比如说遇到了这个不友好的电梯，但是痛苦都是短暂的，还是欢乐多于痛苦加德老师在那个白沙滩上，对吧，向美女求婚，滚沙滩，这种中美交流难道不感人至深吗？加德老师说美国是天堂，他还没有死他就已经到了天堂。而且加德老师对美国是赞不绝口说美国有个小镇自从建镇以来就没有发生过刑事案件。我觉得加德老师只要把他这一段历史写一写，那绝对在人民日报这个中美友好合作故事里面，那叫谱写新时代的篇章，那绝对拿个头等奖没毛病可惜加德老师恐怕已经不能亲自写署名文章了，因为他已经被禁言了。人民日报少了一个得力的助手，让人民日报这个中美友好合作故事暗淡了不少。第二个就是胡锡进老师，你看这个是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社有限公司联合发起的。胡锡进老师在十几年前曾经非常诚恳地说他如果能生在美国就好了，可惜人不能选自己的国籍投胎但是这个也不一定因为最近我看这个网上有很多这个佛教人士和尚说，在超度的时候你只要多给500块，他就能让你来生投胎到美国，就多花500块现在有没有涨价我不清楚这胡锡进老师这是福音到时候准备5000块保险一点，下辈子投胎到美国。我想胡锡进老师要写这个中美友好合作故事，那绝对是信手拈来他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一天憋个2篇文章没毛病，对吧？唯一要小心的就是胡锡进老师最好少画点红线中美友好合作故事里面不应该有红线，动不动给人画一条红线，这不太好。这个现在在吹什么风呢？前不久咱们驻美国的大使说要像保护母亲河一样保护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应该像保护母亲河一样维护中美关系。大家看视频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消息，11月15日，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向长江、密西西比河流域对话会发表书面致辞，祝贺对话会成功举办。谢锋表示，长江和密西西比河分别是中美两国最长的河流，见证了两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哺育滋养了一代代两国沿岸儿女。保护母亲河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共谋新发展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今天，长江和密西西比河流域城市代表汇聚一堂，交流经验，探讨合作，共同倡导绿色发展，增进人民福祉，架起友谊桥梁，是一次务实有效且意义深远的中美地方合作。谢锋强调，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们应该像保护母亲河一样维护中美关系，是中方看待和发展中美关系的根本遵循，也应该是中美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中美关系再出发，需要汇聚更多地方合作与民间友好的力量源泉，期盼更多有识之士加入到这项伟大事业中来，让中美地方合作和民间友好像长江和密西西比河一样奔腾不息。此次长江、密西西比河流域对话会由美国腹地中国协会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举办，中美城市代表和专家学者100多人参加。我记得我当时也做了个节目，很久以前啊，这个有一位官员说啊，中美是夫妻关系。夫妻关系什么意思啊？床头打架床尾和，打打闹闹那是内部矛盾。到这儿变成母亲河了，这好像一下又升级了。你要这么一看，你发现这确实啊，这个大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啊，是在发生某些微妙的变化，已经不像10年前啊那种战狼精神，那种东升西降，那种美帝啊亡我之心不死，似乎啊这种紧张气氛小了不少。我现在啊，深深的为这些小粉小红感到担忧啊，我对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表示这个担忧。这么折腾，对吧？这可是180度急转弯呢，这小粉小红他能反应过来吗？他能适应吗？昨天还在破口骂美帝，今天就要续写啊中美友谊，对吧？就要去谱写中美友谊的新篇章，感人至深的故事。这让小粉小红情何以堪呢？让那个很多小粉小红啊所推崇备至的卢教授啊情何以堪？这卢教授现在是凡事都是美帝的阴谋啊，一切啊都是美帝几十年前挖的坑，美帝是崩溃在即。还有那些下大棋的阴谋论的，要跟美帝干到底的，你说让这些人怎么办？也就是人民日报，你干这事，你有没有提前通知一下，让人缓一缓？这个弯啊拐得太猛，对吧？就连身经百战的加特老师都不一定能抓得住啊，有可能被扔到车下去了。这个加特老师啊，也是这一辈子啊叫命运多舛啊，一辈子投机了一辈子，临老对吧？到了被禁言了，直接封嘴了，千算万算呢，他就没算到自己被封。本来在这个爱国赛道里面搞得风生水起，不停的站队，不停的投机，最终还是选择错误。当然了，让这个正能量啊小粉小红尬的还远不止这一件事。这2天啊，对小粉小红这个三观呢打击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说我很担忧他们的身体心理的健康。平安夜那天啊，12月24号，咱们的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就媒体啊提问说，中国是否考虑重新进口日本水产品？外交部进行了回应。记者问啊，他说啊，据报道，中国政府正在考虑2025年上半年重新开始进口日本的水产品。说东京电力核电站处理水的海水样本已经通过测试，并确定是安全的。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咱们说啊，在福岛核污染排海问题上，最关键的是日方确实履行自身承诺，中方将在有效参与长期国际监测和独立取样等监测活动实施之后，基于科学证据着手调整有关措施，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这下你看看，又让这些小粉小红大跌眼镜了。我记得前2天报道啊，那个铁头啊，不是跑到靖国神社撒了一泡尿吗？好像这个不是还有个留学生是配合他的，结果这人已经被逮住了，上了法庭。在法庭上啊，这检察官揭露他，是问他为什么要跑到那个靖国神社的柱子上尿尿。他说啊，因为反对日本那个核废水排海。结果检察官啊，跟着那个视频啊显示，铁头和这些人呢，上午刚在日料店吃完海鲜，下午晚上就跑去尿尿。所以网友说啊，这个吃日本核废水污染的海鲜那是生活，对吧？跑到靖国神社撒尿那是工作。这个
跟加藤老师学的啊。你既然反对，对吧？你担心日本的核废水对那个海鲜，对吧？对海产品、水产品啊有影响，那怎么还跑到那儿去吃去了呢？不会是国内带过去的吧？国内带他也不让你带，海关过不去啊。你说这些人，大家还记得应该是去年吧，还是今年？这我都记不太清楚了，对吧？小粉小红抵制这个日本核废水排海，那简直是铺天盖地啊！我还做了几期节目，很多人在那纠正核废水、核污染水啊，不是一个东西。你说这个弯拐的是不是急了点？这才几个月啊！我当时听说这个从日本海排的核废水啊，要先流到哪儿？根据洋流啊，是先流到美国，从美国绕一圈，最后才到咱这儿，然后又绕回日本。是4个月还是8个月？绕一圈。这按道理啊，这美国人还没着急呢，那咱们还排在后面啊。这天塌了，有大个的顶着，对吧？那这个就是有污染，那是美国人先吃啊，对吧？美国人先吃为敬，这美国人还没表态呢，这就无所谓，咱们排在最后的，没急不要紧啊，很正常，就是说明咱们对这个食品安全重视。虽然咱们地沟油解决不了，对吧？虽然咱们这个汤里面有氢大霉素，对吧？这些咱们暂时解决不了，但是这个水产品咱们可以先解决嘛，这个也合理啊，对吧？咱们这个拉这个煤制油的罐子，拉食用油，对吧？这个鸭脖、老鼠头暂时分不清，这个都不重要，对吧？咱们可以从日本的水产品先抓起。问题是日本的水产品还没什么受什么影响，或者影响不大，咱们自己的水产品太了，大家都不吃了，都抵制啊。黄的啊是上海、武汉、北京那些日料店，那些日料店也很冤呐，人家就没有进口过日本的水产品，对吧？虽然人家叫日料店，但人家那些原料都是国产的，有从青海进的，对吧？有从那个新疆进的，或者广东沿海的，结果这些被错杀，搞得中国的啊这个养殖业啊损失严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现在转了一圈，说2025年开始又要恢复进口日本的水产品，这意思给人感觉好像这个水啊流了一圈，经过咱们了，咱们测了没问题，还是什么意思啊？你这让那些抵制，对吧？那些小粉小红这个抵制核废水排海的，让他们怎么活啊？这个长期这么愚弄这些小粉小红合适吗？所以说精神正常的人干不了正能量的，接不了正能量的活啊。保护中美关系，对吧？像保护母亲河那样记录中美交流感人至深的故事，但是啊，容不下平安夜，也容不下圣诞节。这个说来说去啊，有点叶公好龙的意思。这些西方的节日啊，就是一个节日，没有什么太多的，对吧？这种文化含义啊，但当然有啊，你不能说没有。但是中国人过这样的节，纯粹就是个借口，找个节，找个理由，年轻人聚一聚，对吧？约女朋友出来，这个能算得上什么文化入侵呢？这怎么就不自信了呢？还有小朋友，对吧？过什么圣诞节，他知道什么呢？纯粹就是热闹。更大的意义啊，是商家，对吧？商家他抓住这种机会促进消费，老说这个线下经济不行，线下经济不行，实体经济差，实体经济怎么被搞黄的？这个就是原因之一，对吧？实体经济啊，有很多人老说是线上把线下给挤黄了，线上对线下有影响，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啊，这个实体经济、线下经济啊，现在萎靡不振，它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之一啊。本来每年的国庆节或者是叫什么圣诞节、平安夜，这个商家都会抓住这个机会啊，来一波促销。饭店是不是热闹得多？连电影院啊，是不是电影都放得多了，票房也卖得多了？这就是促进消费。但是啊，你深深的把它压掉了，那你还能造出一个什么节出来吗？双十一那是线上的，你线下还能造什么节出来，能让年轻人出来消费？所以说啊，你看看这个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你感觉它这左右手互搏啊，它是个巨大的矛盾体啊，既要又要，对吧？既想要消费，又抵制什么文化入侵，怎么刺激内需啊？怎么拉动消费啊？这个平安夜从电影票房来说啊，大家就知道多惨。12月24号这一天，票房只有3837万，全国啊。大家知道去年平安夜的票房是多少吗？1.7亿，也就是说今年啊是去年零头都到不了。中国大陆电影票务预订平台猫眼12月25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圣诞前夜就是平安夜啊，中国大陆电影票房收入骤降至13年以来最低水平。有很多人没有直观的概念啊，就是说2024年咱们全国一共有8.6万块大屏幕，就是一个电影院一般的有5、6块或者10来块，咱们2024年一共是8.6万块银幕啊。咱们13年前最差的时候，平安夜的电影票房是1.05亿，但是这个1.05亿对应的是多少块屏幕呢？2012年咱们
银幕只有1.3万块，也就是2012年的平安夜一块屏幕它有8000块钱的这个电影票房收入，那还是咱们这13年最差的一年。当然除了今年那今年呢3837万，这是电影票房，一共是8.6万块屏幕，每块屏幕500块钱，只有400多块钱，什么概念？这个就叫断崖式下跌突然就没有消费了，电影都没人看。大家都知道这年轻人约会先吃饭逛商场，然后再去看电影，这不就是几件套吗？这都是消费看电影的少了，那说明前面都少了，就很多人都不出门。所以说这个平安夜、圣诞节冷落，给商家打击也不小，对吧？严重的拖累了消费。我们总是要刺激消费，那你消费什么呢？你总不能消费就是买洗衣机、买家电吧？你消费就是买新能源汽车是吗？所以你看在我看来这个什么圣诞节、平安夜，纯粹就是商家的一个营造出来一个节日，通过这个节日气氛拉动一波销售，这是才叫真正的刺激消费。因为消费需要场景，要营造出一种气氛、一种场景，你只要进入这种场景，你不得不去花钱去消费。人人都坐在家里面拿着手机玩，你这时候号召大家消费买东西，他买什么，对吧？他买什么他都掂量，我该不该花这钱，对吧？我这赚钱这么难，我这东西是不是必要的？他非常理性，他只有进入那个你营造的气氛里面，消费就上来了，对吧？这就是为什么要搞节假日结果好不容易一个这个圣诞节这个节假日大家比较感兴趣，你尤其年轻人，结果你把这个节日给抵制掉了。现在你要反过来说年轻人不消费，死气沉沉的年轻人，你让人怎么消费？所以说这个世界它就是个草台班子，搞既要又要。外国人认汉字，外国人读唐诗，外国人过春节，那叫文化输出，那我们觉得光荣。而中国的小青年过圣诞节，那就是不自信，文化入侵。春节谁给定的呢？对吧？要这么算的话，春节都最好不要过，因为春节这一天是老外给咱定的，你说气人吧？这个事能让小粉小红知道吗？不能让他知道。这小粉小红一旦知道了，哪天一发疯，把春节给抵制掉了。总之这个随着特朗普2进宫这个特朗普的这个风暴要刮起来，中美之间充满着不确定性，可能是时好时坏这个就对小粉小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吧？要牢牢的抓住扶手别被甩下去了。这个弯拐的有点急等你刚适应过来要谱写中美关系的新篇章，那边恐怕又要掉头，一切责任在美帝。等这些小粉小红刚适应过来呢，又要记录中美交流感人至深的故事。所以这个世界变化比较快，赴美式生活，反美式工作，这个要改一改了。如果你死抓着反美式工作那很有可能像加藤老师一样。所以最后说到这儿，大家恐怕也知道加藤老师为什么被禁言，主要原因恐怕大家也就猜到了，对吧？现在是要记录中美交流感人至深的故事，你加藤这样的在那儿汪汪汪乱叫，你现在美国是客人呢，到你家来做客，你这在那瞎叫，那主人肯定给你一脚这都算轻的，对吧？没把你杀了招待客人就不错了。所以小红要小心谨慎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